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cia，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。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恒信移民資訊。每個禮拜咧帶俾你最新嘅加拿大移民嘅信息嘅。今個禮拜咧就係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叫做智庫啦，叫做 Fraser Institute。呢個咧就係每一年咧就係 publish 一啲報告嘅，關於政策啊、房屋啊咁樣啦。呢個最新嘅報告咧就去到2023年嘅啫，咁樣。大家都知道啦，一路都講啦，就係加拿大嗰個人口增長同埋呢個房屋供應咧嚴重失控嘅，意思就係話收得太多移民啦，唔夠房屋供應，新嘅房屋，尤其是係個疫情嘅期間啦咁樣，咁變咗咧就呢個 report 咧就係第一次咧將呢個問題咧數量化啦咁樣。佢個 report 咧就係講咧2023年嘅時候咧，每收5個新嘅移民咧。嗰個房屋增加嘅數量只係1.9間嘅啫，你見咗係嚴重失控嘅。對比之間咧，佢係1972年佢啱啱開始做呢個報告嘅時候咧，到1979年咧5年之間咧，係每收1個新移民咧就有1.2間房屋供應嘅。咁變咗咧就係第一次將呢個數量化啦。希望咧就係嗰個政府咧就可以用多啲資源啦，去大量咁樣增加房屋啦供應嘅。咁起碼有啲經濟學家講咧，每年增加50間咧，就連續10年咁樣去增加咧，有可能會係平衡翻。同埋同一時間咧，係加拿大係就係減收移民嘅，which政府係做緊嘅咁樣。好啦，今個禮拜就同大家分享到咁多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